这些日子，荡儿在甘大夫和处离子的调教下，悉心学习军务，日日在这儿和这些小内侍们演练兵法。华儿和焕儿，他们在疆场杀敌，荡儿他们在后花园练兵。好，我们大秦后继有人。恭喜大王！童儿，你和荡儿年龄相仿，为何不跟荡儿一起玩耍？当弟弟力大膀粗，娘亲说如果跟他玩，启禀大王，童儿自小体弱多病，臣妾是担心他出事会伤着筋骨。男儿应该多经风雨，多见世面，凡常是爱子心切，寡人理会。但是过于呵护，总是不妥。是，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记下了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今日众人恰好都在，王后不如让荡儿带人演练一下，好让寡人同爱妃们高兴高兴。臣妾遵命。珍珠，是。公子，大王和王后要你开始演练，你们转过来。荡儿，这是什么兵法？为了公平，荡儿他们以木球来定夺开局方。木球由荡儿从坡上扔下，滚到哪一方，哪一方就为攻方，而另一方为守方。这种玩法倒是有趣。这木球没有滚下山坡，这算什么？这什么都不算吧？这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就重来一次吗？你胳膊最长的，给我把球掏出来。是，大王。公子够不到啊！废物！说点事儿你都做不到，给我滚开！哎，你过来！荡儿身上戾气太重，你们都给我过来！用劲把它挖出来，快点！王后，要不让人再找个木球来，重新开始，小孩子的把戏嘛。你见过一场大战，兵马出阵，又退回来再重新开始吗？你们这帮蠢货，连个破球都掏不出来，笨蛋，废物！废物！你是废物！笨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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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魏夫人，你为何忍俊不止？王后刚才不是说要在这山坡下面挖一个池塘吗？臣妾以为不用费这个事儿了。公子当在那儿多挖些时日，池塘不就挖妥了吗？笨蛋！笨蛋！你是废物！杀了你们！让一让，笨蛋！废物！让一让。让一让，干哥哥，干哥哥，我来帮你。走开！我不需要你帮。荡儿，既然继儿有了主意，你暂且让开。蛋哥哥，木球。我不要！我不要！继儿，到父王这里来。继儿告诉父王，
你这个用水取球的主意是谁教给你的？是继儿自己想的。继儿这小小年纪，要是没有人教他，他哪里想得出来这么好的主意啊？夫子言：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继儿想，木球比舟船轻得多，水可载舟船，定可载木球。触类旁通，举一反三，继儿聪慧，是寡人的好孩儿。芈月，你这个当娘亲的，教孩儿教得很好。当儿真是太不争气了。王后也怪不得公子，当时那么多人在那儿，谁又想出主意来了？难道那个嬴稷真的天赋异能，引物绝人？王后，先喝口茶吧。今日之事，王后不必过于烦恼。那个嬴稷才6岁，只能算是他运气好，让他给碰上罢了。先不说那木球，当儿当众随意打人，已让大王很不欢喜。平日咱们公子性子好着呢，那也是一时气急。早知如此，又是何苦？与甘大夫筹划多日，全为他人做嫁衣裳。昨日继儿告诉我，他师傅教过他玉鞭歌了。教继儿玉鞭歌，你就想起鞭子了？给我吧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已经用不着它了。还是我自己收着吧。葵婆婆，葵婆婆，继儿肚子饿了，有糕吃吗？有，婆婆刚刚做了桂花芡实糕，婆婆去给你拿。娘亲，去哪儿淘气了？看你一头的汗，慢慢喝，不着急。我跟师傅去骑马了。父王曾说，我若学会骑马，以后就让我跟他一起去打猎。学得怎么样？师傅都夸奖我了呢。真的？好继儿，才6岁就学会骑马了，比娘亲能干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鞭子。比我骑马的鞭子要长许多。这是兵器，顶得上一把刀，一张弓，一支歌。继儿会唱玉鞭歌，娘亲会吗？白马金佩银鞍玉鞭，是娘亲的师傅教娘亲的吗？不是，是另外一个人教娘亲的。我听葵婆婆讲，娘亲用鞭子是天下第一，无人能比，连父王都要让你3分。葵婆婆言过其实了。娘亲教继儿用鞭子好不好？好啊，你看，鞭是一条绳，全靠缠得轻，使鞭时要收回如虫，放出如龙。甘大夫让你写一篇策论，有关蜀中治理的。这10几日过去了，你一字未写，整日与宫中那些有气力的内侍们比举石锁，耍刀枪，你是要气死你母后吗？上次甘大夫让孩儿谈霸业、论兵法，孩儿的功课都得到了甘大夫的夸赞。可那蜀中治理跟我有何干系？这篇策论还是让侧室们去写吧。眼下蜀中治理是你父王心中的一件大事，你要想让你父王看重你，就该有些见地。替父王出谋划策的事儿都让我做了，那些朝廷的谋士将相还做什么？你这话要让你父王听见了，你……母后，孩儿累了，要回去睡一会儿。王后不必太心急，公子年纪还小，这些道理要让他慢慢的明白。大王迟迟不立太子，当儿又如此不听话。本来大王好意，让当儿
跟着甘大夫与处理子学习军务和政务，结果当儿只知道耍刀弄枪，一点书都读不进去。可毕竟公子是大王的嫡子，处理子也说过，大王是有意将咱们公子当立为储君的。嫡子又如何？秦国历代也不都是嫡子继位，何况大王的念头时时会变，万一有人蛊惑大王，王后又头痛了，我去请太医。去把那女医治找来，或许她能有法子。是。八子，妹妹来了。王后，听说王后有疾，妹妹特来看望。也就是个老毛病，还劳烦妹妹来探望。去，把我屋里那盒子拿来。是。妹妹，过来。姐姐，这是当年王兄给我的一块独山玉。妹妹帮姐姐看看，这玉成色如何？独山玉素来以色泽多彩而闻名，3朝以来都是王室所爱。姐姐这块玉璧，晶莹剔透，色作芙蓉，实是不可多见。既然妹妹也说成色不错，那姐姐就将这玉转赠给你。姐姐这块玉太好了，给妹妹就糟蹋了。姐姐知道，妹妹这些年跟在大王身边，见过的宝贝不计其数。但这玉也是姐姐的一片心意。人养玉3年，玉养人一生，还望妹妹不要嫌弃。那妹妹就收下了。姐姐，姐姐咳嗽得如此厉害，我听说姐姐头痛。头痛是天底下最治不好的病，若寻不到起因，就很难除根。妹妹猜疑，姐姐的头痛或许与那咳嗽有关。这是一小坛子牙蜜，产于五都山谷的峻峭悬崖上，人人都言它可治疗风湿关节痛，却不知它对咳嗽有奇效。姐姐不妨试试。难得妹妹如此体贴，姐姐领情了。还有一事，姐姐一直牵挂于心。芈月妹妹尽心尽力服侍大王这些年，可却一直在八子的位分上，真是太委屈你了。姐姐原本打算等景氏生产后，让你与景氏一起提位分，谁知那景氏的孩子却没保住，只好搁置了。姐姐一直也犹疑，大王有10几个公子公主，还有嫔妃若干，个个都不是好相与的。姐姐不用说了，妹妹不在意位分之事。既然让姐姐为难，那我们何必又要去自寻烦恼？只是妹妹，姐姐不必再提此事，妹妹领情了。八国和茶国这几日派使者来到咸阳，说蜀国和楚国勾结，欲灭茶国，再灭巴蜀，要我大秦派兵救援。可巧，这个张子却上奏章，希望出兵攻打韩国。公孙衍因为兵败函谷关，被魏王驱赶出魏国。他去到韩国，却得到韩王的重用。张子前仇未报，所以才提出攻打韩国的吧？你说，寡人应该往何处用兵啊？
大王不该问我，妇人不敢整。那就说点你们妇人能说的事。听说王后要给你提位分，你竟然一口回绝。姐姐贤淑，病着还在为芈月着想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宫中的位分吗？大王想要我在乎吗？来，吹这里。是。用力一点啊！智姑姑的手最为灵验，只要智姑姑一来，我的头疼定能好许多。王后是用心太过，若能释掉心头重负，头疼该会不治而愈。一会儿奴婢给你开一种内服外敷的药，或许暂且可减缓王后的痛楚。什么声音？这般烦人！万万不可招惹这疯子！为何？那是杀人疯，平日见了他躲还来不及，你竟然敢惹他！开窗请他出去便是了。是。这是在说笑吧？这么小小的一只疯子，如何杀人？奴婢怎敢在王后处打诳语？这种长在山谷里的杀人疯，原本是不多见的，宫里的人恐怕从来都没有听说过。但奴婢在楚国亲眼见过，被惹怒的杀人疯，无论人处，遇上便追杀，成群的杀人疯，眨眼可杀死一头大水牛。难道被他蛰了？就无药可救。奴婢有个堂兄，就是招惹了杀人疯，被蛰后医治无效，过世。大王到。大王，臣妾失礼。你自己病成这样，还要多礼？太医和女医治为王后诊过脉了吗？诊过了，大王。看来他们不够用心，要不，王后怎么不见好呢？大王不必责怪他们，是臣妾自己的身子不争气。女医治对臣妾有几句话，臣妾思忖良久，觉得或说中正解。寡人愿闻其详。释掉心头重负，病症自然不治而愈。王后心头有何重负？当儿勇猛有余，智谋不够，且从小娇惯，是臣妾没有把他教导好，辜负了大王的殷切期望。当儿年纪还小，心性未定，王后不要过于急迫。大王越是恢宏大度，臣妾越是诚惶诚恐。臣妾有一念头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但说无妨。臣妾与芈月是亲姐妹，嬴荡与嬴稷是亲兄弟。嬴荡好武，嬴稷喜文。若是让他们两兄弟经常在一起切磋，必定相互帮衬，互帮互长。王后心思缜密，依寡人看，这主张甚好。一文一武，一文一武，正是铸造社稷重器之正道。寡人明日下旨，选荡儿和介儿的先生进宫，商讨如何共同授业之事。臣妾只是病榻之上偶尔一念，是否妥当，全凭大王拿主意。淑儿的主张没有不妥之处。
王叔、甘大夫安好。二位公子安好。公子当、公子季安好。哎，公子季，嗯，你手里捧的是什么呀？众臣为公函还是公署之事相持不下，父王令众人各上书表叙述。这么说，大王是要二位公子拿着他们的书表叙述去学习？正是。二位公子慢走。王叔、甘大夫继而告辞。好，走好啊。王后是想立公子当为大秦王储，可为何又提议让公子季一同拜师学道？楚离子是怕公子季天赋异禀，再有芈月助阵，把公子当比了下去。你我调教公子当数年，让一个6、7岁的小儿比下去，总是丢人。楚离子不用多虑，这宫里人们要提起此事，就说公子季是公子当的小伴读。伴读？只有太子才有伴读。第一公子当太子之前也可以有伴读。哎，这是不是伴读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们心中的继承事实。这计谋不像是王后的心术，倒像是出自甘大夫的手笔。楚离子过誉了。你这次陪司马将军送书表，能在咸阳待上几日？司马将军可以多住几日。我明日就要启程，返回京中。就这么点时间，你还来看我？小人想念姐姐嘛。还有，司马将军也特意嘱咐我，一定要来看望姐姐。司马错将军提议伐蜀，而张仪提议伐韩。你来见我，是希望我能在大王面前进言，帮司马错一把。什么事也瞒不过姐姐啊！你可知道，张仪也托我向大王进言，建议伐韩。那姐姐如何去做？我谁也不帮，我只看大王自己的意思。你就没有别的事情要跟我说？咱们的小狼弟弟白起怎么样？他呀，他就是个半疯子，打起仗来不要命，而且他打仗的风格特别奇诡，从百夫长升到大都统，再到偏将，只要他出兵，仗仗皆胜。就连司马将军都说，带兵20多年，还头一次见到像他这么有天赋的将士。你有没有把孙武13篇交给他？交了，当然交了。不过我觉得他好用骑兵，不落窠臼，兵法在他手里多有新意，总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效果。他是个有出息的孩子，好好带他，不要过分拘着他。家人知道。见过夫人。哎，这些都是蜂巢吗？是夫人。哦，宫里曾经也有人养蜂，但这样的蜂巢还真不多见。这些蜂巢都是宝贝，是大王命人千辛万苦从蜀地移来的。再好的疯子，也还是疯子吗？为何就成了宝物啊？奴才听说王后久咳，引起了头痛病，后来吃了五都山的一小瓮牙蜜，病情立刻就好了许多。王后自此心里就总念着那牙蜜。大王得知，专门派人去了蜀地，费了不少功夫，才将这蜂巢移回到宫里。好了，你去忙吧。是。还记得吗？那五都山的牙蜜，还是你托人带给我的。如今有了这些蜂巢，王后想要那牙蜜，就唾手可得了。大王对王后还真是体贴啊。我若是告诉你，
这些蜂巢是我请求大王派人去蜀地弄来的，你可相信？姐姐为何要为王后煞费苦心啊？这2年，看着继儿渐渐长大，我总会想起在楚国的那些日子，想起楚国的人和事。那时候我跟他……姐姐提起的那个人，是楚国的公主，不是秦国的王后。如今，王后已经与你有了隔膜吧？我可是听到了一些从她宫里传出来的难听话。宫里人背后传话，不可都信。何况眼下，王后对我和继儿真的很好。她还提议大王，让继儿和公子荡一起拜师学道，还常常在大王面前进言，说继儿天赋过人。那是妖买人心，你就不能往好处想？这已经是最好了。你不知道，外面都在说继儿在给铃铛做伴读。伴读就伴读，有什么不好的？我不喜欢。哎呀，好了，萧然千里迢迢赶回来，也不是为了招惹姐姐生气的。太阳都偏西了，我也该出宫了。走吧，姐姐送送你。朝中为伐韩还是攻蜀，已费议多日。今日寡人想听听诸位高见。众爱卿当各抒己见，畅所欲言。攻韩不易，伐蜀也不易，这事啊要从长计议才好。是啊。大王，臣以为秦国若要长治久安、称霸中原，必须伐韩。掌上相差就好的，这驸马将军你情何处之说？是啊，没有什么大的意见。他们若意见相左，这就难办了。当日公孙衍5国联兵，就是自是奉了周天子之诏。臣以为若要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，打下韩国，控制周天子当为首选。继续说。臣以为，我当与魏、楚、鲜卑结盟，让魏王发兵三川，再让楚国兵临南郑，我秦军去攻打新城、宜阳，兵临洛邑城下，逼周天子献出九鼎和玉玺，秦国方能挟天子以令天下，天下莫敢不从，遂成就帝王之大业。大王，大王，张子的主张听起来头头是道，但实施起来难上加难。如今大王获取天下疆土，当先易而后难。巴蜀眼下有桀纣之乱，若以大秦之兵力去攻打，如豺狼，如群羊，取其地足以广阔国土，得其财足以富民养兵。我大秦借道八国，并吞巴蜀，而天下不以为报，历尽西域而不会引起诸侯反对，是以一举而名实两副，而又有尽暴政乱之名。臣不以为然。想那巴蜀乃西僻之小国，就算是秦国能借道八国攻蜀，别忘了八国入蜀之道艰难崎岖。我大秦为攻打巴蜀兴师动众，却与大秦的霸业无关。劳其众而不足以成名，得其地而不足以为利。臣闻争名者于朝，争利者于世，而今三川周氏乃天下之世朝，大王不争于此，反去争巴蜀，离王业远矣。大王，若我大秦攻韩挟天子，必遭诸侯同仇敌忾，迫使他们再度联手对付秦国。周氏可将九鼎赐予楚国，韩国也可忍痛割地于魏国。楚魏两国得利后，随时会与秦国分道扬镳。若他们再度联手齐赵之兵围攻秦国，我大秦必将陷入危险之地。司马将军危言耸听了吧？张国相私心祸国。
我有何私心呢？眼下公孙衍就在韩国，张子与他不共戴天，只怕张子是想借法罕讨伐公孙衍吧？你说我公报私仇？张子敢指天发誓，说法罕与那公孙衍无关。好了，今日到此为止。你们二人各自再上奏章，详述意见。太史令，在。将他二人今日之言，再抄录一份，交与寡人。是。当儿和继儿，此刻是否还在成明殿读书？回答我，先生这2日让他们帮着司农处核对土地和户籍。继儿，父王。你王兄呢？哎，公子，慢点，公子，公子，快点！拜见大王，拜见父王。你这是到哪里去了？当儿肚子不舒服，如厕去了。这是你的功课吗？这么一点小事都做得如此潦草，将来如何担当大任？儿臣该死。土地丈量、户籍登记，乃是国之命脉根本，你怎敢轻忽至此？你是寡人的儿子，不但要有无敌之勇力，更要有治国之本事。你看看继儿，他是你弟弟，年纪比你小，做事却用心竭力，一丝不苟。涂涂画画，打不得天下。先生每次让儿臣论兵法、论布阵，儿臣都是条理分明。论兵法振振有词，论政务笨嘴拙舌，习武厌文，你顶多只能做一介武夫罢了，如何担当大任？孩儿以为天下都要先打下来，才能谈及治理。你以为天下是野牛闯阵打下来的？打天下是要靠心思，而不是蛮力。是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这就去把先生的功课完成。记住，这不是先生的功课，是你自己的功课。是。起来吧。谢父王。身为嫡公子，应该为其他兄弟的表率。寡人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恨不得一日当2日用，哪像你这样。好了，先生给你们的功课，以后再说吧。今日父王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功课，是攻城略地的事情。是。朝廷重臣为法罕还是公署，已费议了多日。你们都看过张国相和司马将军的书表叙述，各自回去好好想想他们的长短利弊。3日后，与父王讲述你们的主张。是。王后，您不必太担心公子，公子年纪还小，贪玩也是正常的。等公子长大了，自然就好了。只是奴婢不明白，
王后为何要抬举那芈月的孩儿，让他跟咱们公子在一起听先生传道授业？就算是要给公子找伴读，也该找个憨厚老实的。长此以往，当儿就知道什么叫机不可失，时不待我，就知道做人做事如履薄冰。可是那公子季处处都抢了咱们公子的风头。处处？哼，我看也未必吧。要真让他谈兵论将，他铁定会输给当儿的。母后回来了。当儿，怎么了？怎么愁眉不展啊？你这小脸蹭的什么？父王今日给我们出了题目，让我和公子季论述伐韩公蜀的优劣。若论寻章摘句，那公子季说不定能抢个头彩。可论攻城略地，是当儿的擅长啊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又不是真的带兵打仗，纸上谈兵，就连满朝文武都各说各的，孩儿怎能有十足的把握？你去请教你王叔和甘大夫，他们定能给你指点。对啊。哎，慢点儿。我不睡，我不睡。季儿该睡觉了。不是，我不睡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季儿。娘亲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继儿今日提出要跟我们辩韩与蜀，说若辩不赢他今日便不睡了。我们三人说，夏日莲花冬将雪，韩有韩的好处，蜀有蜀的悠长，用不着辩。他竟跟我们生气了。娘亲，继儿要跟婆婆他们辩韩与蜀。不是韩与蜀，是韩与蜀。哦，娘亲知道了。继儿是想辩秦国眼下是该攻韩还是伐蜀，对吗？这是父王留给我和荡哥哥的功课。继儿不该为难婆婆他们，若要辩，该找侧室们去辩。娘亲明日带你去四方馆，好吗？好，太好了。今日晚了，继儿该睡了。依鄙人看来，国相力主攻韩，自有他的道理。自从公孙远投奔韩国，得到韩王的赏识，他据三晋，窃周天子之名，蛊惑列国，以秦为敌，以报我大秦未能重用其之仇，报张子排己之恨。而张国相也必然是公孙衍为大敌，因此也会对三晋之地和周天子的号令耿耿于怀。可我认为，司马错将军的主张更有道理。若要强兵，必先富国；若要富国，必先扩张领土。欲行王道，必先得人心。这三者齐备，则帝王之业自然可得。鄙人看来，战事可行否，全在稳妥二字上。大王，他们都到了。拜见大王。免礼。朝会上，众臣为了攻韩还是伐蜀，已争论了多日。今日寡人请你们来，是想让你们跟着看点儿新鲜的玩意儿。王后，请稍等。今日大王考荡儿和继儿的功课，姐姐近日闲得发腻，所以邀妹妹前来，一起凑个热闹。荡儿有绝伦之力，高士之志，继儿只能以勤补拙。大王虽器重荡儿，但荡儿也还需亲兄弟帮衬。王后，阿紫，请。列国兴霸，
秦国若能挟休于之战的余威攻韩国，韩国必没有余力和我们作对，占三川天险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世人都可以看出，此举措有利于秦国的百年大计。父王，休于之战，秦国自己损失了数万将士，因为打仗，秦国错过了农时，去年、今年的收成都不好，如何支撑来年的战事？所以才要打大仗，才要攻韩啊！这2年的收成，反正是注定损失了，就只能从战争中获得。与韩国交战，占领城池和土地，就能获得收成。若是能够挟持周天子，还能令各国上贡。万一败了，或者僵持不下，那秦国就没有退路了。我大秦威武之师，怎么可能败呢？僵持也不可能，定是一战而胜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谁能保证每仗必胜？那攻韩没有必胜把握，伐蜀就一定能赢吗？这么说，当哥哥其实认为攻韩、伐蜀都可以，能打赢谁就打谁。那是自然。哎，不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父王。这么说，咱们公子和嬴稷变成了平手？谁知道是不是平手？你问母后和珍珠吧。那是咱们公子谦虚，变成平手，还不是为了给那嬴稷留点面子？这韩蜀之争，朝廷重臣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变成平手就已经很好了。甘大夫说，攻韩伐蜀难说对错，让你跟随张仪的说法，是因为张仪善变，又有大王的赏识，一定没错。可你怎么说着说着就跟着嬴稷的说法走了？既然各有千秋，难说对错，那跟谁走还不一样？那你自己可有见地？我有什么见地？你们要我怎样我就怎样。好了，你也累了，去歇歇吧。这事还没有完，父王要我们过2日去四方馆。四方馆？那地方平日可是乱得很，大王怎会让你去那儿？四方馆近日开了新的赌局，侧室们都在下注，赌的是父王到底是攻韩还是攻蜀。父王要荡儿和公子季也去下注。大王大概是想试一试公子的运气。大王此举必有深意。不就是个竹签吗？荡儿，那小小竹签，你可千万不要轻易投出去。早投晚投，反正都要投出去。万万不可。那怎么办？我不能总在手里攥着吧？我寻思，朝堂上反对攻蜀的人多，侧室们应该也是如此。最周全的办法只有一个，你先在边上细细看看别人投的是哪种签，跟着大多数人投，该是赢率高一些。孩儿知道了。大王，八字来了。大王，时下阳光灿烂，你的脸却是阴雨绵绵。坐。大王，芈月有一事不明。何事？大王，先让荡儿和继儿对攻韩还是伐蜀各抒己见，眼下又要让他们2个人去四方馆投注，这是为何？你向来百灵百力，你说是何意？大王，是想让荡儿和继儿相争吗？寡人是想看看自己孩儿的才干和天分。韩蜀之争本来是朝堂之争，可眼下这样，恐怕会弄成荡儿和继儿之争，这会引起别人的怀疑，甚至是猜忌。谁会猜忌？都下去吧。说吧，谁会猜忌？我怕会引起王后的猜忌。荡儿和继儿都是寡人的孩儿，
就算他们相争，又有何不妥？况且，王后也不至于心胸如此狭窄吧？大王，当儿是嫡公子，大王和王后都指望有一日立他为储君，继承秦国大业。是又如何？大争之势，互争熊长，犹存劣败。无论别人怎么争，都不要拿继儿去相争。再好的刀，也是磨出来的。大王，可我不想让继儿当刀，只想他做磨刀石。芈月，寡人宠你，但你也该知分寸。求大王放继儿一马。继儿不单只是你的孩儿，也是寡人的血脉。大王，你回去吧。以后吴轩，成明殿就不要来了。娘亲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娘亲在想继儿。在想继儿的什么？在想继儿的将来，想继儿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继儿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像娘亲一样的人。继儿为何不说要成为父王那样的人？你父王可是大英雄。先做像娘亲一样的好人，再做像父王那样的大英雄。继儿说的对，首先我们要成为一个好人，将来才会成为一个大英雄。明日继儿要和荡哥哥一起去四方馆下注，娘亲有什么要嘱咐继儿的？无论别人怎样，继儿只要用自己的心去下注，就不会错。继儿知道了。